時光匆匆，如白駒過隙，霍英東嘅長子霍震霆一轉眼都到咗80歲嘅高齡，歲月喺佢嘅身上留下咗痕跡，卻也沉澱出別樣嘅魅力。80歲嘅霍震霆並未選擇退休安享晚年，依舊活躍喺第一線。不過佢咁努力，並非為咗家族生意嘅擴張，而係懷住一顆赤誠之心，為體育事業嘅發展不遺餘力地貢獻住自己嘅力量。喺霍震霆80歲生日呢一日，佢依然堅守喺工作崗位上。此時佢現身於米蘭，以國際奧委會名譽主席以及奧委會長嘅身份出席冬奧會嘅相關活動。米蘭呢座充滿藝術與時尚氣息嘅城市，因為冬奧會嘅舉辦而熱鬧非凡，而霍震霆嘅到來更是為呢度增添咗一抹別樣嘅光彩。儘管喺當地並沒有舉辦特別盛大嘅慶祝活動，也沒有大排宴席、大肆操辦，但呢份低調詩毫無掩蓋住生日嘅溫馨氛圍。霍震霆嘅3個仔得知父親生日要喺米蘭度過，都毫不猶豫咁放下咗手頭繁忙嘅工作，專程從香港趕赴米蘭，只為陪父親度過呢個具有特殊意義嘅日子。呢份孝心喺如今快節奏且充滿誘惑嘅社會中，顯得尤為珍貴。最先公開為霍震霆慶生嘅係佢嘅長子霍啟剛。霍啟剛喺社交平台上曬出咗喺米蘭中國之家與父親嘅合照。照片中，霍啟剛兄弟3與霍震霆企喺具有標誌性意義嘅中國之家會館前合影留念。中國之家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喺奧運會等國際大型賽事期間設立嘅綜合性服務設施，承載住傳播中國文化、展示中國體育形象嘅重要使命。佢嘅存在讓身處異國他鄉嘅中國人感受到濃濃嘅歸屬感。霍震霆當日嘅打扮頗具老翦家族嘅範兒，上身係一件黑色立領大衣，呢種款式經典又大氣，彰顯住佢沉穩內斂嘅氣質。下身則搭配咗一條大紅色嘅褲子，喺沉穩之中增添咗一抹亮色，顯得格外喜慶。只見佢嘅頭髮已經全白，歲月喺佢嘅髮絲上留下咗深深嘅印記，但呢白髮卻比佢睇起嚟更加慈祥同藹。重點係佢嘅精神面貌極佳，眼神中透露出堅定與睿智，步伐穩健有力，一點都唔似一位耄耋老人。霍震霆手上捧住一張有佢肖像嘅剪紙畫，呢個係中國之家精心為佢準備嘅生日禮物。剪紙畫上嘅霍震霆栩栩如生，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得十分精緻，可見中國之家工作人員嘅用心。霍震霆嘅3個仔企喺佢嘅兩邊，形成咗一幅溫馨和諧嘅畫面。其中霍啟山擋足最搶眼嘅一個，佢着住一套灰色嘅西裝，搭配黑色嘅高領毛衣，整體造型簡約而不失時尚感。佢嘅身材筆挺，身姿挺拔，喺3人中顯得最高也最有型。霍啟剛企喺中間，佢身着一身得體嘅服裝，臉上帶住溫和嘅笑容，俾人一種親切隨和嘅感覺。霍啟仁則企喺另一邊，住住比較悠閒，透露出啲一種隨性自在嘅氣質。仔細端詳呢3個仔，會發現佢哋各有特點。霍啟山最似朱玲玲，佢嘅五官精緻，樣貌帥氣，舉手投足間都散發住一種優雅嘅氣質。而霍啟剛仲係很似霍震霆，父子倆都戴住眼鏡，透過鏡片可以睇到佢哋相似嘅眼神，神韻亦都十分相似，好似係鬆一個毛子裏面刻出嚟嘅。霍啟仁睇起嚟更似係霍震霆與朱玲玲嘅混合體，佢當下嘅氣質中帶住啲一種憨厚嘅笑容，又有着成熟嘅韻味，俾人感覺十分親切。唔管3個仔似邊個，重點係佢哋都非常孝順。僅僅係放下手上嘅工作，專程從香港趕赴米蘭為霍震霆慶生，呢一行為就足以證明佢哋對父親深深嘅愛。而兄弟3仲精心準備咗一個壽桃蛋糕，呢個蛋糕嘅設計充滿咗濃郁嘅中國風。蛋糕共有2層，以喜慶嘅紅色為主色調，象徵着吉祥如意；金色為輔，增添咗一份華麗與高貴。最上面有一個大大嘅壽桃，寓意祝福壽安康。另外仲有細壽桃分布喺蛋糕嘅唔同位置，錯落有致，十分可愛。
蛋糕上仲有金色嘅金魚，喺中國文化中，金魚象徵着富貴有餘。此外，蛋糕上仲寫有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嘅對句，係對長輩最美好嘅祝福。最下方則用中文寫住生日快樂，簡單而又真摯。父子三喺米蘭揾咗一家溫馨嘅餐廳食飯慶祝。餐廳裏面燈光柔和，音樂悠揚，營造出一種浪漫而溫馨嘅氛圍。佢哋一邊品嘗住美味嘅貢酒，一邊愉快咁交談住，分享住生活中嘅點滴。唔一會兒，蛋糕被用細佬車推咗出嚟。當蛋糕出現喺眼前嘅嗰一刻，父子三嘅臉上都露出咗驚喜嘅笑容。於是佢哋又喺蛋糕前合影留念，記錄下呢個美好嘅瞬間。照片中嘅佢哋笑容燦爛，眼神中充滿住幸福同滿足。霍啟剛喺社交平台上透露，此次米蘭冬奧會正在如火如荼地舉辦住。父親霍震霆作為國際奧委會名譽主席以及奧委會長，肩負住重要嘅使命，要出席一系列相關活動，所以生日都只能喺當地度過。得知呢個消息後，佢同兩個細佬毫不猶豫咁決定專程到米蘭為父親慶祝生日，順便參觀中國之家，感受中國體育文化嘅魅力。而之後，霍啟山亦都喺社交平台上晒出咗同父親嘅合照，佢深情咁表示，恰逢冬奧會嘅舉辦，佢哋全家就訂下咗呢個難忘嘅行程為父親慶生。佢仲唔忘記感謝霍震霆給予咗佢同兄弟們嘅一切，感謝父親通過體育同服務教會咗佢哋咩係回歸社會。從佢嘅話語中可以感受到佢對父親深深嘅敬愛同感激之情。霍啟山提到全家特別安排咗呢個行程，想必除咗佢哋兄弟三之外，應該仲有其他成員。只係喺呢張公開嘅照片中，我哋並冇睇到其他人的身影。人們不禁猜測，唔知郭晶晶以及三個細路有冇到場。郭晶晶作為霍家嘅兒媳，一直以嚟都備受關注。佢唔單止係一位優秀嘅跳水運動員，喺體育界有着卓越嘅成就，而且喺嫁入霍家後，亦都展現出咗賢妻良母嘅一面。佢同霍啟剛嘅感情十分深厚，一家人相處得非常融洽。如果佢能夠帶住三個細路嚟到米蘭為霍震霆慶生，嗰一定會比呢個生日更加熱鬧同溫馨。仲有才新婚唔久嘅霍啟仁，按照常理嚟講，佢應該都會帶住新婚太太一同前往。畢竟係老爺子嘅80大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日子。雖然霍震霆並冇大排宴席，但是家人到場慶祝亦是應該嘅。何況佢哋目前嘅條件亦都完全允許。想象一下，如果一家人齊聚米蘭，喺異國他鄉為霍震霆慶祝生日，嗰像係一幅多麼溫馨美好嘅畫面。大家圍坐喺一齊，歡聲笑語，共同分享呢份喜悅同幸福。回頭嚟講，霍震霆同朱玲玲所生嘅3個仔都非常孝順，係有目共睹嘅。佢哋一家人雖然都係名人，喺各自嘅領域都有着一定嘅成就同影響力，而且因為工作嘅關係都非常忙碌，但佢哋總會忙裏偷閒，揾時間相聚喺一齊。無論係喺重要嘅節日，定係喺平凡嘅日子裏面，佢哋都會相互支持，相互陪伴。比如啱啱前霍啟仁喺雲南大婚，呢個係人生中的大事，全家都非常重視。霍家嘅其他成員得知消息後，都毫不猶豫咁趕赴雲南去參加咗婚禮。朱玲玲同霍震霆亦都親臨現場，為仔送上最真摯嘅祝福。婚禮現場，一家人歡聚一堂，笑容滿面，共同見證咗霍啟仁人生中的重要時刻。嗰一刻，親情嘅力量俾每一個人感受到咗溫暖同幸福。又比如朱玲玲喺上海舉辦攝影展，呢個係佢喺藝術領域的一次重要展示。霍啟山作為代表，特意趕赴上海出席咗開幕儀式。佢認真欣賞住母親嘅每一幅作品，為母親嘅才華同成就感到驕傲同自豪。喺開幕儀式上，佢仲發表咗熱情洋溢嘅講話，表達咗對母親嘅支持同祝福。而前唔久，朱玲玲喺澳門睇葉倩文演唱會，三個仔亦都前往陪同觀看。演唱會上，
葉倩文嗰啲動聽嘅歌聲同精彩嘅表演，俾現場氣氛十分熱烈。朱玲玲同三個仔沉浸喺音樂嘅海洋中，盡情享受住呢個美好嘅時光。佢哋時而跟住歌聲輕輕哼唱，時而為精彩嘅表演鼓掌喝彩，一家人其樂融融，俾人羨慕不已。所以霍震霆同朱玲玲嘅三個仔並冇因為佢哋離婚而疏離任何一方。喺呢個充滿變數嘅世界裏面，佢哋依然保持住緊密嘅聯繫，相互關愛，相互支持。呢種難能可貴嘅親情，唔單止俾佢哋自己感受到咗溫暖同幸福，亦都為社會傳遞咗一種正能量。佢俾人們相信，無論生活中遇到咩困難同挑戰，只要家人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迎來美好嘅未來。霍震霆嘅80大壽唔單止係一個生日嘅慶祝，更係佢人生中嘅一個重要里程碑。喺呢個特殊嘅日子裏面，佢感受到咗家人嘅關愛同溫暖，亦都睇到咗仔哋嘅成長同進步。而佢嘅三個仔亦都通過呢次為父親慶生嘅行動，表達咗對父親嘅敬愛同感激之情。相信喺未來嘅日子裏面，霍震霆會繼續喺體育事業嘅道路上發光發熱，為中國嘅體育事業做出更大嘅貢獻。同時，佢嘅三個仔亦都會喺各自嘅領域裏面努力拼搏，傳承家族嘅優良傳統，創造屬於自己嘅輝煌。而佢哋一家人之間嘅親情，亦都會像陣釀嘅美酒一樣，越嚟越濃郁，越嚟越醇厚，永遠散發住迷人嘅芬芳。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